腰。腰字共6筆。第一不豎，第二不橫接，第三不橫，第四不撇接，第五不撇接，第六不點。左右列球。腰的字義：吆喝、大聲、喊叫。多用於大聲叫賣東西和大聲驅趕牲畜，如大聲喊號子等。亦單用，兒童，如老姜頭站在那裏紋絲不動，腰着號子。腰的詞性分類解釋：動詞，大聲呼叫。《紅樓夢》第60回，何苦自己不尊重，大腰小喝，也失了體統。